约伯记第20章，那么人所发引约伯讲：我听着凌辱我的责备，我的心着急，我无甲你应，袂用得。我的智慧教我着安怎应。你敢毋知？对古早，对有人伫世间以来，歹人得意无久长，无敬虔的人会欢喜万年久。虽然伊骄傲，悬甲拄天，头壳磕着坟，到尾嘛会亲像家己的份永远消失。捌伊的人话讲，伊伫倒位？伊话亲像面盲爬去，找袂着；话亲像迷失的幻象消失。捌看着伊的人，袂当搁看着伊，嘛袂当伫伊住的所在搁看着伊。伊的囝儿着悲伤散赤人，伊着亲手交出家己的财富。伊虽然有少年勇壮的骨骼，无久嘛会归途。虽然邪恶伫伊的喙内是甜的，伊不时藏伫一下，毋甘吠出来，拢含伫喙内。毋过迄个食物入去腹内就歹去，伫内面变做毒蛇的毒。伊吞食财宝，话搁吐出来，上帝要对伊的腹肚啉出来。伊话使毒蛇的毒，蛇的毒牙会害死伊。伊袂当看到江河，看袂到流忍甲蜜的溪。伊劳苦得到的，吞袂落去。着行人袂当享受赚来的财富，因为伊压制搁去杀散赤人，强占别人去的厝。因为伊贪食，毋知满足，伊所爱的无一项留袂牢，无一项无互伊吞落去，所以伊的繁荣袂久长。伊好景充足的时，所有的苦难灾祸拢会临到伊。伊腹肚胀饱的时，上帝会降落猛烈的受气，会降落大受气伫伊顶面。伊若闪会开铁的剑，嘛会互铜的箭头射痛过。箭射痛伊的身躯，金细细的箭头射过伊的胆，有血插插滴，互伊惊甲要死。伊即厝的财宝拢会受毁灭，毋是人的手所点的火会烧灭伊，留伫伊布边内的嘛会受烧毁。天会暴露伊的罪过，地会起来攻击伊。伫上帝大受气的日，伊的家伙拢会互大水冲无去。这就是歹人的命运，是上帝注定互因的结局。